首准备咱的心，较听啊，咱做伙来唱。毋知你的人生有困苦无？还是生活无啥物目标？还是毋敢面对过去做毋对的代志？也毋过，咱知影上帝的疼会超过这一切，要保守你所交托伊的，直到永远。做伙来唱第一节。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予我，敬我美美小看的人，予我甲伊君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身我可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伊。耶稣稳定，耶稣稳定，哪会遐亲，将我伫我心内，因为对信心坚固伊，心会平安自在。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身我可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伊。信心感动，信心感动，哪会遐歌，予我清在归心。我可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伊。第四节，白囝信心，信心三位一体，一心一愿一大，尊贵因光因我无变。哦，落伊名无线，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身我可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伊日。即摆来练新诗诗355首。这首姓陈的诗，咱较无熟吼。咱阮仔听抒情单一遍。咱知注听咱每一个人吼，若伫咱日领首姓陈的诗，你爱去想讲安怎来回应。无，咱做伙来练第一节嘿。我打主持，甲主做道，专心来听你的话，掌握灵变，主的理在，基督生命着栽培，直到生命信仰故事，日我心内做模范，甲我通过一心言下，听的生命。来第二节，将我礼拜变做行动，心计生活做见证，掌握出去变正服务，冲突所在求和平，基督
多求你使阮听信，而你赦免无怨叹，我愿看见主你形象，伫你救赎的世界，主必信心，主必诚信，让我邀请其他人起来分享，听定胜利，热情欢迎，想看轻世世总向，直到骄傲无个捆绑，无怪因为的和平，当我家己比赛生活，看你恶路永无停。数量唔歹哦，即摆来练圣诗538首，咱来唱第3节。啊，听下圣歌对所献的诗第3节，咱要做伙唱哦吼。538首，咱看豆芽片，咱若唱即首第3节的诗，来当做家己的祈祷。538，啊是圣歌对的谱嘛是会使。咱豆芽片有嘛吼，专心来。做伙来，专心来顺服，专心来顺服，万事平安，时刻我救主永远，定心来听候，唔通出来，念起主耶稣满心的爱，但我爱保佑每日恶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但我爱保佑每日恶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练习到这，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天上帝，你是听阮的主，你赦免阮的罪过，你嘛也引带阮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手清气，心清净，要来敬拜你，将阮的献诗，求你把伊当作芳芳的祭，愿你来接纳，引带阮的心，当下你杀度，阮的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平安，请恬静咱的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踮伫你殿的埕的人真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
请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尼大？请起立。请坐，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你因着慈爱赐落平安，你保守阮的脚步，带阮来到你的圣所三角组织敬拜。感谢你固守阮伫日常生活中，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你拢互阮平安经过。感谢主，你赏赐恩典满满伫阮的身躯顶，求你牵阮的手，扶持阮的心，互阮有智慧，对困苦的环境中行出来。互阮伫危难中认捌耶稣基督，体会主你为阮所做，因为阮拢是要倚靠你，对恶梦中得到力量，互阮的性命得到医治。主啊，阮知人的智慧无法度赢过你的智慧，人的气力无法度抗赢你的气力。阮知，甲主你沟通，就是定定祈祷，恳求你怜悯阮，疼惜阮。阮将阮的重担交予你，因为阮决意要倚靠你。安尼，阮就要会当对困难中得到温顺甲福气，对困苦中享受幸福甲美满的生活。阮相信你所赏赐予阮的万项事拢是好的，遐个艰难会变做阮的智慧，遐个困苦嘛会变做永远的福气。只要专心倚靠你，阮今仔日要来学习你、赞美你。愿今仔日的敬拜
拢通真做你所欢喜。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启用，启用文第2篇，也是诗篇第1篇。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做邪道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仔树栽伫溪边，叶嘛袂焦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数。因为义人的道路上有主伫看顾。这是来强守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6节到17节。所以，阮不是有勇气，阮知咱要住伫即个身躯伫活的时，是甲主相离。因为咱伫活，毋是靠目睭看，是靠信心。阮有勇气，较爱离开即个身躯，去甲主住。所以，无论住伫即个身躯，也是离开即个身躯，阮的目的是爱互主欢喜。因为咱拢一定活靠基督的面前受伊审判，逐个人拢着照家己伫地上的身躯所做的，无论是好也是歹，接受报应。既然阮知影着敬畏主，阮着苦劝人。对上帝来看，阮是虾米款人真清楚。我毋茫对恁的良心来看，嘛真清楚。阮毋是要搁对恁推荐家己，是互恁有机会用阮做夸口，互恁通回应遐个注重外表无注重内心的人。阮若立讲是为着上帝。阮若清醒是为着恁，因为基督的疼催迫阮做即个结论：一人为着众人死，众人就拢死。伊为着众人死，是要互遐个活着的人，无搁为着家己活，是为着迄位替因死搁活的基督来活。所以对当以后，阮无搁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阮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现在无搁安尼捌伊。安尼，无论虾米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呾拢变做新的。圣经读到遮，这时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吟的诗歌是有福的客骨，有福的确据。
优美的歌声原主感力，这是要正道，请本堂罗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诚做新造的人，诚做新造的人”。即马讲道若无遥控器，就拢无法度讲。好，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有份伫上帝你的圣殿做伙三甲主日来礼拜。求主看顾是阮祝福伫阮所做听的道理，会当诚做阮骹前的灯，会当诚做阮路上的光，互阮今仔日会当伫主内圣殿内面。会当享受主你甲阮三甲之地的平安甲喜乐，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好，大家平安。伫今仔日开始先要借问大家咱大家在座敢有人拢已经洗礼信主的，会当举手无？哦，那感谢主吼，真侪人吼。毋知咱信主进前甲信主后，敢有啥物改变？有嘛？较大颗，甲第一场共款吼，有人讲变大颗啦吼。我想咱信主前、信主后，毋是咱咧食保养品啦吼，讲会变少年、变青春吼，还是变较大颗、变较瘦。哦，咱会当来思考一个问题，诚实面对咱家己。伫咱信主进前甲信主后，咱的性命敢有啥物改变？可能咱会想讲，哇，我信主后，其实嘛是定定咧犯罪，嘛是无完全就算做牧者的嘛可能无一定比会友有较纯洁有较一定会达到上帝的即个儿女。所以若安尼来看，按照上帝的标准，其实。伫上帝的面前，咱拢无完全。总是今仔日，咱愿意选择跟对主耶稣的脚步，愿意选择伫众人的面头前来受洗，成做上帝的囝儿。我想咱拢知影，是因为耶稣基督伊十字架救赎的功劳，互咱会当虽望伫上帝面前无完全，总是上帝愿意接纳咱，互咱会当成做。即个上帝的囝儿，希伯来书第9章27节，则安尼讲：照着定命，人人拢有一死，死后阁有审判。伫将来审判的过程，上帝无分咱是信主还是无信主，咱拢爱伫上帝面头前受审判，因为上帝要审判咱人每一个人所做。
好也是歹。所以咱有可能嘛心中会感觉真看路、真惊吓，因为若照上帝标准，咱每一个人拢爱考100分，才会当过关。总是咱人阁无法度做到完全100分，所以若安尼来讲，咱到底为虾米要接受即个信仰的即个决志的个过程，甚至咱愿意受洗成做上帝的囝儿？其实今仔日的经文要甲咱讲，基督的信仰毋是要互咱活伫惊吓的中间，嘛毋是因为恐惊死后的审判，咱甲选择要洗礼信主。假设咧约翰捌安尼警告法利赛人讲：恁遮的独蛇，啥物人警告恁闪避上帝要发的生气？意思是讲，咱人拢无法度靠着洗礼来逃避上帝末日的审判。假设咧约翰要甲咱讲的是，咱得爱用行为的悔改来证明咱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即个洗礼的过程是一个咱人真心决志、决定要甲上帝行军队主脚步的一个过程。较要紧的是，咱洗礼了后性命的改变。咱每一个人拢无法度逃闪末日的审判。总是透过洗礼，上帝要互咱知影，咱会当有基督耶稣活新的性命甲活命，互咱成做新创造的人。这个过程是要互咱的性命得到改变，毋是要互咱逃避上帝的审判。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安尼讲：无论啥物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成做新的。这句经文嘛，常常是伫咱捌举办这个洗礼圣礼典的过程，圣经或者是勉励话，拢会用的一句经文。我想这句经文真要紧，因为咱侪人来到教会做礼拜，甚至信主了后，犹原阁活伫惊吓的中间。苦毒家己自我的控告，怨天怨地，信主并无互咱带来欢喜甲平安。这个过程，信仰并无互咱性命真正改变。咱看起来，那亲像是性命已经得救，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总是咱较欠缺一点，就是咱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亲像今仔日一群人坐大船，总是无拍算船故障伫海中来漂流，最后有一只船看到来拯救因。当因过去因迄条船的时阵，伊阁惊，因遮船顶的人犹原惊吓，犹原心无平安，惊讲阁来毋知拄着风台无？亲像后礼拜敢若讲有风台要来。大家都皮喘，哇！毋知教会会受影响无？咱心中嘛有看路，毋知影咱到底敢会当平安来度过这个海岸。哥林多教会信徒共款，伫迄当时初代教会面对这个征战面对这些挑战，因虽梦已经信主，听过耶稣基督对死搁活这款的信仰，总是因犹原活伫这个绝望甲惊吓的中间，所以保罗借着批信来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勉励鼓励因毋免惊吓。为什么这个信徒会惊吓？因到底咧惊什么？有可能真侪时阵是因为迄当时的教会面对着假教师伫教会内来传说一寡无合真理的这道理，引起教会内部的一寡纷争，甚至分党派。第二点，有可能是因为教会面对着当时罗马政府的迫害，直到信徒因惊讲今仔日伫遮做礼拜，过来接下来，敢会互遮政府官员掠去关、掠去杀？因恐惊面对死亡的威胁，种种的原因，互遮的教会信徒虽望因照常来做礼拜，
总是因的心充满快乐，充满忧愁。毋知咱现今的教会，咱兄弟姊妹，咱的心中是毋是亲像迄当时哥林多教会信徒？咱随望坐伫遮听道理，学了敬拜上帝，总是咱的心是毋是悠然有快乐？快乐咱的家庭，快乐过来要发生的代志，快乐接下来会拄着啥物困难，拄着啥物艰难？咱的心随望，那亲像伫圣殿内享受上帝的平安，总是咱却无法度享受真正的平安。有一个上帝甲咱同在的即款的安稳。保罗甲咱讲，咱有一个宝贝伫咱的即个活器内底，那亲像咱有一个快乐伫咱的心中。即个快乐，即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国外的关联甲仰望，咱随望人拢是土所做的即个器具，总是咱会当面对即个世间的挑战，毋是咱肉体的即个快乐甲能力，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伊国外的活命，互咱会当有即个关联，互咱有即个仰望来面对未来的挑战。伫咱决意要设立信主迄个时阵，耶稣基督即个性命就已经点伫咱的心中。保罗举一个例，甲咱讲，咱的人的性命，那亲像点伫即个布片，咱的身躯会衰烂，会艰苦，会病痛，会拄着真侪环境带来的困难甲挑战。总是上帝已经为咱准备一个全新、永远活的性命。即个肉体的布片只是暂时的，那亲像咱若去即个山顶露营的时阵，咱会带伫即个布片，总是即个布片可能真翕、真热，真无爽快，甲带伫大饭店是无共款。总是咱袂因为安尼，咱就无想要带伫内底，因为咱知影外口的风景这个真水的大自然。真好，真好势，所以咱伫即个布片，咱游玩享受伫即个中间。今仔日咱伫即个世间，共款是带伫即个暂时的布片。上帝意思，保罗的意思，毋是爱咱离开即个肉体旧的布片，赶紧结束咱即世人苦难的人生。有个人讲，安尼我着洗礼了，我着自杀，安尼就会当随去你天堂。我想，上帝意思绝对毋是爱咱刀片今仔即个世间的即个人生的过程。咱的人生其实是爱穿搭耶稣基督属天的活命。咱亲像搭一个外套，搭一个外衫。耶稣基督的性命伫咱的中间，表明耶稣基督对世个外的快乐，甲咱三甲比地。咱虽望即个肉体幽怨的衰烂，即个肉体幽怨的病痛艰苦，总是上要紧的，毋是咱什么时阵会当上天离开即个世间，咱伫即个世间要活偌久。较要紧的是，咱会当把握咱伫即个世间的日子，咱会当伫每一天，咱享受耶稣基督踮伫咱中间新的活命。那亲像今仔日咱伫战场做兵的人拢知影，当咱要上战场，咱一定爱穿即个防弹甲、防弹背心，互咱会当得到保护，咱的性命会当得到完全。咱内面穿啥物款的衫，其实并无要紧，较要紧的是有即个保护伫咱的即个外面，互咱会当无受到即个攻击甲伤害。当咱洗礼了后，咱就亲像穿一个防弹甲，互咱的即个身体得到保护。咱的信仰的目的，嘛毋是要互咱脱离即个世间的战场，其实是要互咱有基督甲咱三甲之地的平安的确信，有信心会当赢过世间的劳苦甲病痛。当咱伫战场，咱穿即个防弹甲的目的，毋
毋是要互咱秘伫厝内，是要互咱伫即个战场会当较赢敌人的攻击甲伤害。咱袂当讲哇，即个甲真正足热的我无要穿。过去做兵时阵咱若甲即个头盔脱落来伫即个战场一定会互即个长官来骂讲你是无爱命伫战场咱会当安尼脱装备搁较热搁较翕，嘛是爱穿遮个装备来保护家己。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爱真清楚，咱每一个人伫咱生命中间，咱拢共款活伫即个灵性的战场。咱可能有时咱无感觉讲，咱伫即个战场，总是咱爱知影，即个世界是魔鬼撒旦咧统治的世界。咱每一个人拢无法度避免即个灵性的战争。有当时一场意外，一个灾难，咱会想讲较会安尼？为什么会发生遮个意外的代志？一个人的性命就安尼离开咱，因为伫即个过程，魔鬼撒旦一直要来抢夺咱人的性命。总是咱爱知影，当咱信主了后，咱毋免惊吓，因为主要为咱征战，较赢魔鬼对敌的攻击。所以今仔日咱伫基督信仰的目的，就是要互咱毋若是肉体外表的改变，是要互咱较要紧的是心灵上生命的改变。当基督过活上天了后，享受圣神，成做咱的保惠师。那亲像咱穿即束防弹的甲仔共款，咱就有信心，无阁惊吓面对死亡甲生活的挑战。因为圣神甲咱三角地带踮伫咱心内，咱内心生命的更新，毋是外表的即个改变。当咱心灵换新了后，咱的言行举止嘛渐渐会来更新。因为咱知影有主耶稣成做咱的保护，咱无阁惊吓面对面前的困难甲挑战。这就是耶稣基督要赐予咱新的活命甲盼望。有当时咱会想讲，咱过去咱的生命、咱的背景，是毋是有资格成做上帝的囝儿？今仔日经文讲，无论啥物人，那伫耶稣基督内底，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拢已经过去，今仔当拢变成做新的。保罗过去嘛是犯罪的人，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总是主拣选伊，互伊成做新的性命，互伊成做上帝的使徒。当咱的性命若洗礼了后，咱犹原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咱有一个新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是上帝国子民的身份证。咱的过去的背景是安怎？耶稣基督拢已经为咱来承担，咱无阁因为安尼来看路。保罗嘛提醒咱，无阁用人的眼光来判断一个人敢有资格成做上帝的囝儿。因为伫基督内底，咱每一个人拢是同罪的人。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互咱有机会得到恩典。所以上帝嘛爱咱，爱有一个愿意谦卑悔改的心。咱无因为洗礼了后，咱过度的骄傲自义，亲像法利赛人，总是咱爱有一个愿意谦卑悔改的心。上帝的拣选，毋是人的背景。即个圣经中的即个基督，或者是抽象的，因愿意悔改的心，确实上帝真正看重。所以，当咱有即款的心志了后，咱是毋是会当对世间人来宣告讲，那我活咧，毋是为家己来活，是为着国活的主耶稣基督来活。咱的性命是耶稣基督。伊用性命当给所赎回，所以咱当活咧，咱无阁看路，咱过去所做一切，咱愿意有一个新的性命来跟对主的脚步。那亲像过去我甲师母全家为得当迁徙户口来伫新竹，有侪人会问讲，为虾米要徙户口？伫倒位毋是拢共款？总是我感觉迁徙户口是表明阮对即个土地、对即个城市的一个认同感。我诚做新竹人，我有即个权利会当伫新竹投票。所以
这毋是有啥物好康的，是因为我知影我当活伫即个土地、即个城市，我就是即个城市的一份子。教会嘛是共款，咱有即个会籍的制度，真侪教派拢无会籍，为虾米敢若长老教会有会籍？因为这表明咱认同一间教会，咱愿意成做教会一份子。所以下早华语礼拜有一个姊妹转会籍，嘛表明伊认同即个教会。当咱的会籍签刷来伫遮，或者是洗礼了后，咱成做教会陪传者，咱就是教会一份子。咱众兄弟姊妹嘛是见证人，会当来陪伴咱遮教会新加入的即个一份子，陪伴因的性命，伫因软弱时阵，咱陪伴伊为伊祈祷；伫伊坚强时阵，咱互相鼓励。所以有当时咱会想讲，咱的性命为虾米信主了后，有的人改变真多，有的人无啥物改变。其实要紧的是，圣经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咱爱甲基督结连，咱爱甲基督结连。圣经即个经文重点，咱拢会放伫咱诚做新创造的人。总是搁较要紧的是，咱爱踮伫基督内底，甲基督结连，咱才有法度日日更新咱的性命。咱爱顺服圣神的引带，常常祈祷、读经、稳定自会。咱袂当因为咱已经信主了后，咱就衰懒，咱就冷淡，咱就离开上帝。因为咱伫即个战场的过程，咱拢爱常常有警醒的心，咱爱持续伫即个性命会更新的过程，咱的性命才会当愈来愈成熟。咱可能过去有当时会跋倒，总是当咱更较成熟的过程，咱就会当坚强，赢过这的挑战。咱会有得胜的性命，因为耶稣基督甲咱三甲伫地。信仰的过程，那亲像咧爬山。当咱要上山头的时阵，咱就爱持续伫即个目标，咱才有法度来达到即个山顶。咱的人生若要赢过这个艰难、这个艰苦，咱嘛要有信心，继续倚靠上帝来跟对主的脚步。信主是一个身份会改变的过程，更较要紧的是，咱爱持续伫耶稣基督内面，互耶稣来更新咱的活命，互咱的信仰哪来哪加添哪成熟，亲像一个马拉松的比赛，咱一世人拢爱持续伫即个赛场的中间，咱才袂互即个世间的价值观来冲走，因为咱拢伫即个战场内底。最后，我用一个例来甲大家勉励。美国即个大联盟的比赛，前一阵毋知咱大家敢有人兴趣来看？即个比赛最后两队要争即个冠军，总是拍到第7场，阁还未分出即个胜利。到第7场，咱知影棒球总共9局，到第9局两队阁平手，最后伫即个延长赛过程即个美国诶。Los Angeles 的道奇队来赢。这场比赛对两队来讲拢是真要紧。这个广播常常讲 “win or go home”， 意思就是讲，若毋是胜利，就是回去食家己了。所以最后赢过这个冠军的是这个Los Angeles 的道奇队。因的过程拢毋是真即个拄啊好来得到即个冠军，是因为因愿意拍拼，无放弃即个每一个即个棒球的过程，最后会当赢来得到即个冠军。有人讲因可能真有才能，真有温数，总是有才能有温数，若无拍拼，若无尽力，最后嘛是有可能会输去即个比赛。所以鼓励咱兄弟姊妹，伫咱信仰的过程，咱毋免怨叹，毋免衰懒，因为咱感觉咱家己无够业，因为有主耶稣甲咱三甲伫地，咱嘛毋通过度的即个自我
骄傲，还是自义，因为咱拢是因为主，咱才有法度得到即个救恩。毋望咱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咱会当有即个决心，咱会当毋若是得救，嘛爱得胜的人生，咱会当继续伫即个人生的即个战场，咱较赢对着，会当为主真正搁真正。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份伫基督的救恩，伫每一个时刻，阮拢知影，若毋是耶稣基督你救赎的恩典，阮拢无法度来得到这个福气。总是主耶稣，你教阮三甲彼得，互阮有信心，较赢对着，因为阮知主你甲阮同在。求主帮助阮伫未来人生，无论会拄着甚物款的挑战，阮拢知影主你的恩典教也阮用，嘛，互阮有信心，会当行跟对主的脚步。阮一世人愿意为主服侍，无嫌劳苦，因为主你为阮来开头前的路，互阮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毋是因为阮的能力。乃是阮愿意服侍的心，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起立唱回应诗。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是来举行圣礼典，请老师。
今仔日真欢喜伫圣礼殿会进前，咱有2位伫要受洗礼一位是黄泰任弟兄一位是黄伟祥弟兄咱请2位来到台前大家可能无啥熟悉因黄泰任弟兄是迄个太医执事的小弟今仔因爸爸妈妈嘛有来伫遮伟翔大家应该拢较熟悉啦伫主里学大汉的囡仔因阿嬷嘛是伫遮做伙聚会阿嬷坐伫后壁好咱即时因2位要来接受即个圣灵的洗礼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有份伫基督的救赎甲恩典，毋是因为阮是完全的人，乃是因为阮愿意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承认阮无够野，总是阮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是阮救赎的恩典，就着耶稣基督对死过活，主你赦免阮的罪。互阮会当有新的活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当阮今仔日有2位要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接受洗礼，成做上帝囝儿，求主你的圣心，教阮三甲之地，嘛赐互因2位会当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成做上帝的囝儿，会当一世人跟对主的脚步。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咱请小会员来准备一下。阮伫着帮赞是靠耶稣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者，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安尼对恁讲，恁着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洗礼，即个圣礼典，着要成做恁会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心得到顶头生来结连基督。即时黄泰任、黄伟翔。恁要伫正人面前、甲上帝面前受洗礼，照着上帝甲正人来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甲恁问的有3个问题恁着勇敢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这时请会众起立，咱来行洗礼。我想，我奉爸囝圣神的名，为你行洗礼，互你归圣，互天父上帝。会众讲阿免。黄太任，我奉耶稣基督。爸囝圣神的名，为你行洗礼，互你归伫天父面前，成做圣。会众讲阿免。请起立。咱同心来祈祷。天堂是阮主，阮感谢你，互太任弟兄
甲伟上弟兄因会当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做上帝的囝儿。主，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有福气的一项事。阮知，阮的性命是上帝的救赎，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但因已经诚做上帝的囝儿，阮众人嘛愿意陪伴因，互因一世人会当行跟对主的脚步，伫主内，咱拢是一家人。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好，咱请因会众请坐吼，请因两位来面对会众。咱请牧师甲小会员来行接纳。咱拍扑啊吼，咱即时教会嘛有礼物要赠送吼。来牧师代表。安尼咱足侪人要甲因翕相，总是时间的关系，咱会后吼来甲来合照啦吼。咱搁一摆吼，恭喜因吼。好，来，请回座吼。这是咱要来进行这个圣餐啦吼。咱先来吟圣诗355首，那请小会员准备吼。
伫主基督耶稣的面前，咱欢迎囡仔受以教会陪参会员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规5亿个人所讲稳定的话。恁囡仔着磨重担的人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摕饼祝谢，擘开来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嘛，安尼捧杯讲，这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安尼啉，着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摕饼祝谢，当咱嘛照主的教示做伙来感谢。天堂的主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份伫基督的救赎。那阮照主的命令摆设即个圣餐宴席，为着纪念主你对死过活，嘛互阮会当来学习主耶稣的性命，一世人跟对主的脚步。阮安尼感谢祈祷，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众人所拍破的，恁逐摆食即个饼，着安尼来纪念主。咱已经洗礼无论是成人还是健身礼，咱拢会当来领一个圣餐。咱若是有其他教会已经洗礼的兄弟姊妹，嘛邀请恁做伙来领圣餐。那还未洗礼或者是还未即个成人洗礼，咱会当来安静心来祈祷。当咱摕即个饼的时阵，咱嘛会当来献上感谢的祈祷。感谢上帝带领咱过去到今的生命，拢有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伫咱楼骹嘛有活塞人员，咱嘛是伫1楼的兄弟姊妹，邀请咱用敬虔的心做伙来领受圣餐。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咱用感谢的心来领受，感谢主。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阵，就安尼来纪念伊。当咱摕即个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咱所流，咱犹原用感谢的心来祈祷。如果伫咱即个过程，咱有拄到啥物恶担当，或者是甲兄弟姊妹中间一寡代志，
咱拢会当求主来赦免，求主来饶赦。因为主讲，咱愿意饶赦人，主耶稣嘛饶赦咱的过犯。今仔日这个圣餐是表明咱搁一摆伫主耶稣面前，咱谦卑认咱家己的罪，咱愿意学习主耶稣的性命，来用三听的心来接纳彼此。这个杯是新约，是主的血为咱所流，咱做伙用感谢心来领受。咱同心来祈祷。主要说，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是表明阮随梦无够夜，总是主你愿意来疗赦阮的过犯，愿意带领阮未来的人生，会当行跟对主的脚步。主，你用你的身躯、你的宝血，为阮所牺牲，为阮所做的一切，互阮会当有快乐，会当伫未来的人生，阮会当较赢一切的征战，一切的困难，阮拢会当靠主较赢得胜。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即时来奉献，请事献的同工。请起立，吟奉联诗。亲爱的主，感谢你赐阮性命，阮将阮的心、阮的身躯、阮的金钱献上你的面前，愿你来接纳。愿你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会众请坐。这是报告，先请春美长老。大家平安。
咱真欢喜，今仔日有2位新家人哈，咱搁一届来欢迎因哈，就泰任跟威翔。好，那我们也要欢迎他的家人，就是泰任的爸妈。我们再一次起立，我们热情欢迎他们。哦，希望因以后会定定来，我袂记哩，即马是台语礼拜吼，讲台语嘿。啊，搁来就是威翔哈，威翔咱拢真熟，因的阿嬷咱嘛真熟，是钟娘姐哈，吴老师啊。但是因的妈妈咱较无熟悉，所以咱即马来介绍因妈妈哈，威翔的妈妈哈，好欢迎。希望伊以后嘛是定定当来甲咱做伙来聚会吼。啊，另外就是咱有晋民。对，好，咱进前的会友啦，就几落年前伫咱遮来聚会，也有人会熟悉无？进民哈。哦，好，安尼有亲戚关系，大家就知啦吼。伫二重埔教会聚会吼，啊，今日真欢迎因规家来伫咱教会，甲咱做伙来敬拜哈。好。安尼有啥物人无介绍到无？无吼，好，好。啊，等一下第5点那个郑启会再补充报告。我讲完以后，好再补充。我煞接来报告。我先报告第3点。下周主日召开会员会要补选中执，迄天是10点聚会，联合礼拜伫8楼聚会。过来第7点，长者健康促进活动，这周五促销，啊，请有参加的长辈爱会记的促销哦，啊，其他消息请家己再注意。过来具体消息，婚讯，张静文姐妹甲巫正奇弟兄11月15拜六上午9点半，伫新竹林良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本会献歌队要献诗，欢迎兄弟去观礼，愿上帝祝福。啊，过来就是下晡下晡有咱钟秀香姐妹，伊伫10月31号安孝主怀。啊，今仔日下晡伫生命园区要举行告别礼拜。12点45分入殓礼拜，下晡1点10分告别礼拜伫养德厅，啊，过来是随时要做火化礼拜，那有要参加的兄弟在前往生命园区。好，某事有要补充无？正旗执事，正旗长老。大家平安。我主要是要说明一下第5点啦吼。咱这栋大楼用要30栋啊啦吼，那是较准确的讲是上少28栋啊。但是当初设想的用途也是分配空间的分配，到即马已经差真侪啦。所以咱即马该做一寡调整啊。咱7楼的永早的花艺礼拜，然后要刷去8楼啊，所以咱影响设备的电工啊，投影设备啦吼，咱拢要做一寡改变。所以迄个大的迄100寸迄大荧幕，后边面要甲摕落来，啊，袂下起，我们会放2面那个85寸的电视啦吼。那还有其他很在配合的。那这中间呢，要感谢启修长老，因为他是这整个整件的主要负责人哈，不是总务组这边做。那时间非常仓促了哈，因为我应该说急迫了，我们必须要赶在本来是预计早先的规划是今天我们就要在楼上了，但是我们现在被迫要往后延后1周，但我们已经日夜督促啊，他启修长老每天都要来看，然后看进度哪里要调整。那个木工的也做到几乎每天大概都是点灯做到晚上10点，他们才休息。
好，那中间过程中间，我们也发现说，哦，做钢的发现说啊，十字架漏水啊，有追加十字架，修补那个漏水的工程啊，外观上既然要搭鹰架了，就把一些事情就顺便做一做。所以本来我们预计当初是开会是讲不到400万啦，但是起码这里追一下，那边追一下，我们已经大概我们预算希望控制在550万以内，已经发包了497万。啊，将近500万人了。但是后面还有一个讲座没有做啊，还有这个后面写给那个有些油漆工程要补的，因为颜色什么拆了，有些不太颜色旧的跟新的就不太一样，那个都要再补一遍。啊，但是下礼拜我们预计就是上去开合会了。好，那这里面呢，音响是音响，乐器我们之前已经奉献过了，啊，已经都足额。那这边。看起来我们要原来我们在专款的这边，我们有1100万左右的存款，哦，中间有一部分是定存单，那我们现在用掉550万了，那所以鼓励大家，我们现在等于是继续在这个建堂奉献里面哈，如果有对价的工程有优质啊，大家来奉献对建堂基金那边，哦，安尼报告以上，牧师有补充无？这是我们大概将近30年来最大笔的一个支出一个工程。那所以呢那虽然还有几块存款但是教会本身它就必须要预备一些的存款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呼吁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建设建设基金来做一个奉献，然后因为那是真的很大笔的一个支出，几乎快要把我们过去所储蓄都用光了感觉。那上个礼拜我们有4堂的一个野外礼拜，所以很感谢我们的同工的参与都很顺利天气也很好。下个礼拜我们就在8楼，记得在8楼10点那下礼拜开始，我们所有的礼拜，就华语礼拜跟台语礼拜，我们都在8楼。这段时间也感谢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是在集合在这个地方，有点拥挤，但是弟兄姐妹还是很乐意的在这个地方，不论7楼更是在1楼的地方一起来做礼拜几乎没有听到什么样的 complaint 的了对于我们弟兄姐妹真的非常非常好很感谢大家。那感谢主真的是如果你到8楼，那个是很大的音架，很大的工程在进行的感觉所以叫你卖去就是讲迄去里不飒飒呢但是呢日夜赶工，我住伫这的人暗时10点佫摕来哭，嘛感觉你做啦安尼无人安尼做的啦，迄就是讲我们有很好的工班许修长老跟他们一起这样配合配合我们整个教会的我们的时间表赶在下礼拜一定要上去所以日夜赶工所以这些都很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的配合，我们工期的配合，让我们可以来如期完成这些事情。求上帝也都供应我们各个方面的需要好，下礼拜10点我们8楼聚会，感谢主。感谢牧师的补充报告。告解消息我那请会众家己看。这是来唱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402首，请会众起立。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心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互阮伫未来人生的过程，阮无惊吓、无论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对死个活的活命，互阮会当有信心为主征战、搁征战。主，阮安尼感谢、阿乐，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
请坐，麦倒。